大家好，今日胡叔哥咧就喺中山山鄉嘅雅居樂名門別墅區啦，即係雅居樂百里山個位置，就帶大家睇一套上下總共4層嘅一套別墅啦。咁其實喺呢個外觀咧就已經睇到佢呢個別墅咧上下就4層，而且咧仲加裝咗電梯，仲係全新裝修嘅一套別墅啦。中山山鄉雅居樂百里山名門呢套別墅咧，即係其實優勢咧都算比較大嘅，因為總共上下4層啦。咁4層嘅話，你嘅紅本面積咧，雖然話先200幾個方，咁實用面積咧就基本上係超過400個方噶啦。即係包括比如講你似地下室，咁佢係完全贈送嘅。咁似每間房咧，佢都有獨立嘅陽台，然之後咧仲有花園嘅一個位置啦。再加上咧又係全新裝修，又裝埋電梯，所以你話佢有咩缺點咧，我就真係諗唔到啦。可能價錢咧，大部分朋友覺得呢個開價可能會有少少高啦。咁業主講咗，即係你只要睇啱咗，咁價錢咧一定係好商量嘅。不過出行嚟講咧，咁佢呢邊咧，即係出行咧，譬如講你去珠海山姆咧就25分鐘啦，翻到廣州人工島口岸咧就係35分鐘，去到澳門拱北口岸咧又係30分鐘。出行整體係比較便利嘅，包括你話去翻珠海啊，去翻中山市區啊，其實都係半個鐘頭左右咧就可以出到去噶啦。再加上咧，佢小區出邊咧，咁佢有底商，即係有商鋪啦。即係你平時買嘢，你唔需要揸車，即係直接行出去買都係冇問題嘅。名門別墅佢呢個位置咧，就喺中山山鄉嘅振華路呢邊啦。咁出行咧就係比較方便嘅。咁呢個位置咧，咁佢嘅即係小區嘅高度咧係比較高嘅，即係唔怕水浸，即係從來都冇震過啦。咁贈送面積咧就比較多啦。咁佢紅本面積咧就係235平方，實際俾你用到嘅面積咧就有去到400方左右嘅一個面積啦。咁依家胡叔哥咧就已經嚟到咗佢前面嘅呢個位置。首先俾大家睇一睇。咁呢個別墅咧，咁佢係一個連排別墅，即係兩間呢邊咧，咁佢花園咧其實係黐埋一齊嘅，所以呢啲別墅咧就叫做連排別墅啦。咁佢呢邊咧即係贈送嘅有咩係贈送嘅呢？呢度子母車庫，即係你入邊停一台車，出邊一台。然之後出花園呢邊咧又可以停一台車，即係相當於其實你一個別墅咧可以停到3台車都冇問題。即係正常嚟講咧，通常嚟講停1、2台咧就係 OK 嘅，停3台咧，咁你入邊嘅車咧就可能冇咁好出嘅。然之後咧，咁佢呢邊咧係有部分樓梯，然之後從樓梯呢邊上緊去，即係從呢邊要上去少少啦。咁佢門口嘅呢個位置咧，佢就做咗少少綠植啦，咁可以睇到佢係種咗啲樹啊。咁依家咧就呢邊咧就係門口嘅呢個係管道煤氣啦，即係隨住呢個樓梯入去。咁呢度咧仲種咗一棵係羅漢松啦，咁睇起身咧就係比較美觀嘅。咁呢邊咧仲搞咗少少呢啲射燈啊，即係裝飾一下啦。咁入到嚟嘅呢個位置俾大家睇一睇。咁呢個位置咧其實就係一個露台嘅位置啦。即係後期你可以擺翻個玄關位。喂 ，hello。擺翻個玄關位，或者你可以擺翻啲鞋櫃，或者後期你把呢邊封起身咧，其實完全都係冇問題。咁佢呢個位置嚟講咧，即係你後期你可以封翻，或者你可以按照現狀都係冇問題嘅。即係如果你封咗塊玻璃嘅情況下咧，即係你個門嘅位置咧就可能要改喺呢邊啦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鋁合金嘅一個大門啦，即係佢係一個雙開嘅門。咁從呢度入到嚟咧，咁佢呢個位置咧就做咗一啲收納空間啦。即係全部都係鞋櫃，呢個位置俾大家睇一睇。咁然之後咧，咁佢仲做咗一個類似於燈帶啦。咁呢個燈帶，咁上面咧即係入到嚟嘅呢個位置咧，佢就做咗一個懸浮頂啦。咁就相當於成一塊懸浮起來，即係睇起身咧都係比較美觀嘅。咁呢邊咧係做咗一個筒燈嘅。咁一樓嘅設計咧，一樓咧就係有一個衛生間嘅。公用嘅衛生間，不過一樓咧就冇整沖涼嘅地方啦。咁呢度咧就係佢加裝嘅電梯，因為本身佢呢個位置咧就係有一個電梯嘅一個位置啦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餐台，呢個係一個6人位嘅餐台圓台。咁餐台旁邊呢個位置咧都整咗一個餐邊櫃嘅。咁呢個位置就係廚房啦。廚房佢原本嘅門係呢邊，不過呢個業主咧就選擇咗喺呢邊開啦。就係一個 L 型嘅一個設計啦。咁呢度咧就係擺冰箱嘅一個位置啦。咁廚房嘅色調咧就採用咗大廳嘅瓷磚通鋪過嚟，然之後咁佢廚房嘅牆面咧就係白色嘅。
咁呢邊嘅灶台咧都係白色嘅櫃，然之後一個洗手盤。呢個洗手盤咧其實會細咗少少，如果更加大咧就會更加完美啦。咁包括佢全屋嘅門窗咧都更換咗呢啲紗窗啊、斷橋窗啊。咁呢邊咧就係管道煤氣預留嘅一個位置，到時候咧呢度咧係裝嗰個熱水器嘅。然之後爐頭呢個位置俾大家睇一睇。咁佢餐廳嘅呢個位置咧，咁佢有一個細細哋嘅側窗，咁呢邊咧都係會有翻部分採光嘅。咁呢度咧就係一個俾大家睇下一個滑櫃嘅插兜，然之後呢個咧就係佢餐邊櫃嘅一個設計啦。咁隨住嚟咗呢個位置咧，就到咗佢一個客廳嘅位置。客廳呢邊咧就有一個比較中式少少嘅沙發，咁坐喺呢邊睇住佢呢個85寸嘅電視，都比較舒服嘅。咁呢邊咧就由於佢會對到電梯井，所以咧就做咗一個相當於類似玄關嗰樣遮一遮啦。咁呢度咧就睇到佢成個立體嘅上扶嘅設計啦，旋步嘅輔助燈設計。兩邊咧就係筒燈，然之後中間咧咁佢都有嗰啲山前燈。咁佢依家呢個位置咧就係佢本身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陽台，不過咧佢就把呢個陽台擴大咗少少啦。擴大咗之後咧，就睇起身咧，佢呢個廳咧會更加闊翻少少。咁呢個位置就係佢嘅後花園啦。因為佢呢啲聯排別墅咧，佢就只有一個後花園嘅。咁佢就把地下室嗰個面積咧就挖空咗，咁就顯得呢個花園會大啲。不過相當於佢呢個花園咧就整體係抬高咗噶啦。咁俾大家睇一下對面嗰種戶型啦。咁呢邊咧就係佢原本嘅設計，相當於佢把地下室下面嗰啲咧就全部挖咗，整體挖通咗，先挖到呢樣嘅效果。咁呢度咧就係負一層，負一層咧就係有一個採光井啦，即係本身佢採光井嘅位置幾大嘅，不過你由於挖空嘅情況下咧，就只可以留到最尾一邊嘅採光井啦。咁呢邊就佢就做咗呢個玻璃擋咗少少啦。咁呢邊咧可以種翻自己嘅花花草草。咁依家咧就大概一層咧就同大家介紹完啦。咁佢呢邊咧就做咗一個吧台，然之後就仲做咗少少呢個陽光棚擋啦。咁佢呢個咧即係後期你就可以擺翻啲茶台啊，喺呢邊花園坐一坐，其實非常之舒服嘅呢個別墅。咁呢邊嘅呢個位置咧，一樓咧就同大家介紹完啦。咁依家咧就帶大家去到嗰個下面負一層睇一睇。咁呢個咧就係大廳陽台，後期咧你可以買張友友椅擺喺呢個位置，都係冇問題嘅。然之後咧，咁佢成屋咧就做咗呢個格力嘅一個風換機啦。咁依家咧就帶大家落到去負一層睇一睇啦。咁從住呢個位置，即係平時咧就可以搭電梯啦。咁佢呢邊咧就做咗個 B 燈，呢度就係落到負一層，呢邊尾縫咧都仲未有做。依家咧就帶大家睇一下佢呢個地下室，即係比如講咧，佢呢邊咧就有一個車庫嘅子母車庫，呢度一台車，呢度一台車，然之後出邊馬路嘅位置咧，其實都仲可以停多一台車嘅。咁依家咧就入到嚟車庫嘅入邊，車庫嘅入邊咧，咁佢其實咧都裝咗一個呢啲鋁合金嘅一個門啦。咁呢度咧就係佢成個地下室嘅一個構造啦。咁首先咧呢度咧就係一個雜物房啦，即係佢就擺咗呢啲展示櫃啦。咁咧即係平時咧你可以放啲自己嘅收藏喺入邊。咁地下室呢邊咧其實佢係通得到電梯嘅，即係由於要裝電梯咧，佢會把原本嘅樓梯嘅空間即係變窄少少啦。因為你電梯咧係需要一定嘅位置嘅。咁負一樓咧，咁佢都做咗一個衛生間。咁依然咧係冇沖涼嘅地方啦。咁佢呢個負一層咧，佢就係呢個廳俾大家睇一睇，其實都好闊嘅。再加上咧，佢成個負一層嘅依家其實講真用得到嘅面積咧，都有去到百幾個方啦。佢把原本嘅地方咧就挖空咗，挖空咗嘅情況下咧，咁佢地下室咧呢一節嘅全部都係用嗰啲混凝土整嘅，所以咧就肯定係穩陣噶啦。咁呢邊咧就係有部分嘅一個採光井咧，呢個位置。呢個採光井咧就係望到出邊嘅，俾大家睇一睇。即係佢上面咧就係花園嘅一個位置啦。咁呢度咧後期咧你做翻嗰啲影音室啊，
或者麻雀房啊、打台球啊，其實都冇問題。即係主要睇你後期想做翻乜嘢咯。咁佢呢邊咧就冇吊頂啦，就搞咗2盞呢個吸頂燈。然之後呢邊咧就擺咗一個搖搖椅，即係後期咧呢個你可以自己有發揮嘅一個空間啦。咁依家睇完咗呢個地下室咧，就帶大家上去再睇一睇嗰個房間。佢目前嚟講咧，即係1樓咧，咁佢就冇房間嘅。2樓咧就2間房，3樓咧都係2間房。咧就上緊第2層啦。咁佢呢邊咧，即係由於裝咗電梯之後咧，咁佢呢個位置咧就變窄咗少少啦，因為佢要整咗1/3嘅樓梯。咁呢度上到嚟咧就係一個護牆板，然之後加個硬板。呢個位咧就係電箱嘅一個位置啦。咁首先咧先睇翻呢間房啦。呢間房嘅空間咧，其實加埋露台咧就有30個方。呢邊目前咧就20個方，露台有10個方，衛生間咧又有10個方，即係成個你加埋起身咧，已經去到有40方啦，即係有去到400尺啦。所以房間咧都係非常之大嘅。上面呢度咧，咁佢就做咗一排呢個衣櫃啦，包括呢啲都做咗一個圓弧形嘅啦。驚即係有時候行路撞親啦。然之後咧就擺咗個1.8米嘅床，咁其實睇到擺咗更大嘅床嘅空間咧，都仲有非常之大啦。咁呢度咧就係露台，露台嘅情況下咧就可以擺翻個茶几，擺翻2張凳坐喺呢邊，其實都非常之舒服嘅。咁露台呢個位置咧就擺翻咗一個圓燈啦。咁呢邊咧就係望翻出去嘅景觀咧，就望到呢度嘅玻璃棚啦，即係望到隔離嘅呢一棟。咁露台咧，有啲朋友咧就會選擇把佢封起身，有啲朋友咧就唔封。封咗嘅好處咧，即係睇起身咧，你成個房間咧就連貫性就更強，睇起身咧就更加大。當然有啲朋友係唔中意封嘅，所以呢個就睇翻自己啦。咁呢個房間嘅就床頭櫃啊，2個床頭櫃，不過呢個中央冷氣其實全部都幫你裝好噶啦，包括呢個床啊，呢啲衣櫃啊，呢度可以預留一個電視背景牆，呢啲其實都已經幫你整好噶啦。咁依家咧就過到嚟睇翻另外一間房。咁呢間房咧就俾大家睇一睇。呢間房咧對比啱先嗰間房咧就會細翻少少啦，即係細翻幾個平方啦。咁呢度咧佢依然係擺咗個1.8米嘅床，做咗一排呢個櫃。咁呢邊咧咁佢出到嚟咧，依然咧都係有一個露台。露台咧就做咗呢啲封窗處理啦，封咗窗，然之後設呢啲蚊網啊，咁佢都做咗。呢度即係你又可以擺茶几。即係睇翻自己實際嘅一個需要啦，即係包括旁邊呢度咧都係做咗少少呢個壁燈，即係睇起身有啲氛圍感。咁呢間房咧，佢依然咧都係做咗呢啲中央冷氣啦，即係全屋都係隔離嘅中央冷氣，就唔係嗰啲掛機啦。包括佢呢個背景牆嘅呢個位置咧，就做咗呢個護牆板啦。整體嘅色調咧就係淺顏色為主啦，呢度別墅。然之後咧，咁佢又係一個套間。呢度咧都係衛生間，衛生間都係非常之大，有去到10個平方啊！即係後期如果你想裝翻個浴缸咧，真係一啲問題都冇啦。咁睇完第2層咧，胡叔哥咧就帶大家上去第3層睇一睇。第3層嘅戶型設計咧，其實講真同第2層係完全一樣嘅。咁依家咧就上到嚟第3層俾大家睇一睇。我有個 USB，但是它那個 USB 是大頭跟小頭的喎。咁呢度咧就係第3層嘅一個主人房啦。其實同樓下嗰個主人房係完全一樣嘅，擺即係造型咧，咁佢天花咧就留得更加高啦。因為本身佢呢啲樓底咧係非常之高嘅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衛生間啦。主人房嘅一個衛生間其實夠晒大啦。呢個設計，哇！真係企幾個人沖涼都冇問題啊。咁佢依然咧都係呢邊做咗個櫃啦。包括似床頭櫃，即係買咗2個床頭櫃，然之後配備咗一個1.8米嘅床，然之後上面咧就有一個燈，包括空調啦。咁佢依然呢邊嘅陽台咧，佢都係冇推出去嘅，更有一個非常之大嘅一個陽台啦。即係平時可以喺呢邊睇睇書啊，飲飲咖啡啊，食啲下午茶，其實都幾舒服嘅。咁呢邊望翻出去嘅景觀咧，就望到成個花園啦。花園嘅面積咧，大概有去到30幾個平方，即係40個平方以內啦。如果單邊圍嘅話，花園會更加大翻少少。咁呢個樓底，咁就帶大家睇埋最後嘅一間房啦。
咁呢度咧就係最後一間房。最後一間房咧，由於佢本身嘅面積咧就唔大，咁就把呢個陽台嘅位置咧就做埋咗出嚟。做埋咗出嚟咧，咁佢呢個房間咧睇起身咧就會比樓下嗰間房間大翻少少啦。都係擺咗個米八嘅床，做咗一排櫃、電視櫃。然之後呢度咧就做咗少少嘅即係雜物間啦。咁呢個位置咧就係一個衛生間，即係相當於佢呢一層咧又有2房加2個衛生間啦。總共咧，咁佢其實咧係做到有4房4個衛生間，加埋地下室。地下室咧想要再改房咧，其實都係冇問題嘅。咁目前嚟講咧，似佢呢度單位咧，紅本面積咧就去到235平方啦。咁實用面積咧就超過400方嘅。咁然之後咧都同時加裝咗一個電梯啦。咁佢呢個戶型嚟講咧，最大嘅優勢咧，即係贈送面積咧就比較多。即係你紅本面積咧，雖然話235方，不過實際贈送嘅面積咧都去到咗400方。似車庫啊、車位啊、花園啊、地下室啊、露台啊呢啲完全都係贈送嘅。然之後咧，咁佢又係沙鄉，相當於係所有小區當中又有電梯嘅一個別墅啦。即係你別墅如果去到層數比較高嘅情況下咧，就肯定係裝翻一個私家電梯會更加方便啲嘅。咁目前嚟講咧，業主開價咧就428萬，睇啱咗價錢，好商量，都係誠意出售嘅。咁如果你睇到呢度覺得胡叔哥認得唔錯嘅，記得點讚加關注。你正在中山沙鄉睇別墅，或者你喺沙鄉有別墅想要出售嘅咧，都可以點擊上面掃碼添加到胡叔哥個人嘅 WeChat。咁中山珠海睇樓，記得問問胡叔再做決定。記得問問胡叔，手做約盲碌。我哋下期再見，拜拜。